差不多速度讲差不多会冷，这样够用的，这样够用的。高温50度的蒸汽火车头里，客家熟悉的腔调，字字句句指导新进的司机员哪个路段最陡，哪里危险。他是守护台铁旧山线的班长吴仁。国阳后联车有没有联络单排一定要刹起来啊，防止车辆流溢。说到刚开始接触旧山线，这位班长其实还闹了不少笑话。最有趣的事情是爬不上的时候哈，因为天雨路滑，所以我们会沿途摆石头，你知道吗？前面摆小石头，然后增加它那个火车的车轮和钢轨之间的摩擦系数。好，这个螺丝看有没有松动啊哈，这都要检查嘛。啊，这个客家人就是有韧性，不怕苦。火车停好，吴仁立刻弯下身子检查。像刚才漏油不够嘛，补上去嘛哈。因为这个每个转型部分的话，都是要重新再锁定过。尽管挥汗如雨，他并不嫌累，因为这不只是一份工作，而是一份不可分割的情感。民国87年旧山线停驶，吴仁最难过。停驶当然会难过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个老婆吧。说到这儿，吴仁回头看了一下他的老婆，因为他没想到睽违12年，旧山线复驶了。失去的东西，当失而复得的时候，那种喜悦的心情是不可言喻嘛哈。你吃几年了？吃铁路便当吃了30几年了吧。吃不腻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铁路便当好吃啊。简单的火车便当，吴仁已经很满足了。36年台铁生涯，开了15年的蒸汽火车，老火车也跟他一样有客家精神。像我们客家人讲说，坚持、坚韧哈，刻苦耐劳一样嘛。这个老火车头就是一样，他不讲话。爬上火车头，挥一挥手，吴仁坚守岗位，继续前进。老火车的白色蒸汽再度飘散在湛蓝天空，旧山线的守护神吴仁继续驾着火车飞驰，脸上那抹满足的笑意，丰富了我的感动时刻。